平曰：矫以为是，是杀国贼。操叫取刀来，就阶下截去其九指，曰：一发截了，教你为是。平曰：上有口可以吞贼，有舌可以骂贼。操令割其舌。平曰：且勿动手，吾今行不过，只得攻招，可是无服。操曰：是之何爱？遂命解其服。平起身望缺拜曰：臣不能为国家除贼。乃天数也，败毕，撞阶而死。操令分其肢体号令。时建安5年正月也。史官有诗曰：汉朝无起色，一国有称平。历世除奸党，捐躯报圣明。即行辞欲烈，惨死气如生。时指邻里处，千秋养一名。操见吉平已死，叫左右牵过秦庆同至面前。操曰：国舅认得此人否？成大怒曰：陶奴在此，即当诛之。操曰：他首告谋反，今来对证，谁敢诛之？成曰：丞相何故听陶奴一面之说？操曰：王子服等无以情下，皆昭正明白，汝上抵赖乎？即唤左右拿下，命从人直入董承卧房内，搜出衣带诏并一状。操看了，笑曰：蜀辈安敢如此？遂命将董承全家良贱尽皆监禁，休教走脱一个。操回府以诏状示众谋士商议，要废献帝，更立新君。正是数行单赵成虚妄，一纸盟书惹祸殃。未知献帝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4回，国贼行凶杀贵妃，皇叔败走投袁绍。却说曹操见了衣带诏，与众谋士商议，欲废却献帝，更则有德者立之。程昱谏曰：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，号令天下者，以奉汉家名号故也。今诸侯未平，具行废立之事，必起兵端以操乃止。只将董承等5人，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门处斩。死者共700余人，城中官民见者，无不下泪。后人有试探董承曰：密诏传衣带，天言出晋门。当年曾救驾，此日更承恩，忧国诚心急，除奸入梦魂。忠贞千古在，成败负谁论？又有探王子服等4人诗曰：书名尺素始终谋，慷慨思将军复仇。赤胆可怜捐百口，丹心自是足千秋。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众人，怒气未消，遂带剑入宫，来侍董贵妃。贵妃乃董承之妹，帝幸之，已怀孕5月。当日帝在后宫，正与伏皇后思论董承之事，至今尚无音号。忽见曹操带剑入宫，面有怒容，帝大惊失色。操曰：董承谋反，陛下知否？帝曰：董卓已诛矣。操大声曰：不是董卓，是董承。帝站立曰：朕实不知。操曰：忘了破纸修诏耶？帝不能答。操斥武士请董妃至。帝告曰：董妃有5月身孕，望丞相相怜。操曰：若非天败，无以被害，岂得复留此女，为无后患？伏后告曰：贬于冷宫，待分娩了，杀之未迟。操曰：欲留此逆种，为母报仇乎？董妃泣告曰：岂权势而死，勿令张禄。操令取白练至面前。帝泣谓妃曰：卿于九泉之下，勿怨朕功。言讫，泪下如雨。伏后亦大哭。操怒曰：犹作女儿太耶？是武士牵出，勒死于宫门之外。后人有试探董妃曰：春殿承恩义枉然，伤灾龙种并时捐。堂堂地主难相救，颜面图看泪涌泉。操谕监宫官曰：今后但有外戚宗族，不奉吾旨，折入宫门者斩。守御不严，与同罪。又拨新妇人3000充御林军，令曹洪统领，以为防察。操谓程昱曰：今董承等虽诛，尚有马腾、刘备，亦在此数，不可不除。昱曰：马腾屯军西凉，未可轻取，但当以书慰劳，勿使生疑，又入京师图之，可也。刘备现在徐州，分不及剿之事，亦不可轻敌。况今袁绍屯兵官渡，常有图许都之心。若我一旦东征，刘备势必求救于绍。
少趁虚来袭，何以当之？操曰：非也，备乃人杰也。今若不及，待其羽翼既成，急难图矣。袁绍虽强，士多怀疑不决，何足忧乎？正义间，郭嘉自外而入。操问曰：吾欲东征刘备，奈有袁绍之忧，如何？嘉曰：绍性迟而多疑，某谋士各相妒忌，不足忧也。刘备新整军兵，众心未服，丞相引兵东征，一战可定矣。操大喜曰：正合吾意。遂起20万大军，分兵5路下徐州。细作探知，报入徐州。孙乾先往下陪报之关公，随至小沛报之玄德。玄德与孙乾计议曰：此必求救于袁绍，方可解围。于是玄德修书一封，遣孙乾至河北。甘乃先见田丰，具言其事，求其引进。丰即引孙乾入见绍，呈上书信。只见绍形容憔悴，衣冠不整。丰曰：今日主公何故如此？绍曰：我将死矣。丰曰：主公何出此言？绍曰：无生无子，为最幼者，极快无益。今患疥疮，命已垂绝，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？丰曰：今曹操东征刘玄德，许昌空虚，若以一兵虚而入，上可以保天子，下可以救万民。此不易得之机会也，为民公采之。绍曰：吾亦知此最好，奈我心中恍惚，恐有不利。丰曰：何恍惚之有？绍曰：吾子中为此子生得最易，倘有疏于，吾命休矣。遂决意不肯发兵，乃谓孙乾曰：汝回见玄德，可言其故。倘有不如意，可来相投，吾自有相助之处。田丰以杖及地曰：遭此难遇之时，乃以婴儿之病，失此机会，大事去矣。可痛惜哉！迭足长叹而出。孙乾见绍不肯发兵，只得星夜回小沛见玄德，据说此事。玄德大惊曰：似此如之奈何？张飞曰：兄长勿忧，曹兵远来，必然困乏，乘其出至，先去劫寨，可破曹操。玄德曰：素以汝为义勇夫耳，前者捉刘岱时，颇能用计，今现此策，义中兵法。乃从其言，分兵劫寨。且说曹操引军往小沛来，正行间，狂风骤至，忽听一声响亮，将一面牙旗吹折。操便令军兵且住，聚众谋士问吉凶。玄乐曰：风从何方来？吹折甚颜色奇。操曰：风自东南方来，吹折脚上牙旗，其乃青红二色。欲曰：不主别事，今夜刘备必来劫寨。操点头。忽毛介入见曰：方才东南风起，吹折青红牙旗一面，主公以为主何吉凶？操曰：公意若何？毛介曰：余亦以为今夜必主有人来劫寨。后人有诗叹曰：欲接地骤势孤穷，权杖分兵劫寨攻。征难牙旗者有诏，老天何故纵奸雄？操曰：天报应我，当即防之。遂分兵9队，只留1队向前须扎营寨，余众八面埋伏。是夜月色为明。玄德在左，张飞在右，分兵2队进发，只留孙乾守小沛。且说张飞自以为的计，领轻骑在前，突入操寨，但见零零落落，无多人马，四边火光大起，喊声齐举。飞之中计，即出寨外。正东张辽，正西许褚，正南于禁，正北李典，东南徐晃，西南乐进，东北夏侯惇，西北夏侯渊，8楚军马杀来。张飞左冲右突，前遮后当，所领军兵原是曹操手下救军，见势势已急，尽皆投降去了。飞正杀间，逢着徐晃大杀一阵，后面乐进赶到。飞杀条血路突围而出，只有数十骑跟定。欲还小沛，去路已断，欲投徐州、下邳，又恐曹军截住，寻思无路，只得望芒砀山而去。却说玄德引军劫寨，将进寨门，喊声大震，后面冲出一军，先劫去了一半人马。夏侯惇又到，玄德突围而走，夏侯渊又从后赶来。
玄的回顾只有30余骑跟随，即欲奔海小沛，早望见小沛城中火起，只得弃了小沛，欲投徐州不赔。又见曹军漫山塞眼，截住去路。玄的自思无路可归，想袁绍有言：倘不如意，可来相投。今不若战往一期，别作良图。遂望青州路而走，正逢李典拦住。玄的匹马落荒往北而逃，李典鲁将从其去了。且说玄的匹马投青州，日行300里，奔至青州城下叫门，门吏问了姓名，来报刺史。刺史乃袁绍长子袁谭。谭素进玄德，闻之匹马到来，即便开门相迎，皆入宫谢，细问其故。玄德备言兵败相投之意。谭乃留玄德于馆驿中住下，发书报复袁绍，一面插本州人马护送玄德。至平原界口，袁绍亲自引众出夜哨30里迎接玄德。玄德拜谢，绍忙答礼曰：昨为小儿抱病，有事救援，于心样样不安。今幸得相见，大为平生可想之思。玄德曰：孤穷刘备，久欲投于门下，乃机缘未遇，今为曹操所攻，妻子惧陷，想将军容纳四方之事，故不必羞惭，进来相投。望起收录，是当图报。绍大喜，相待甚厚，同居冀州。且说曹操当夜取了小沛，随即进兵攻徐州。糜竺、简雍手把不住，只弃城而走。陈登陷了徐州，曹操大军入城，安民己弊，随患众谋士一取下囚。玄悦曰：云长保护玄的妻小，死守此城，若不速取，恐为袁绍所窃。操曰：吾素爱云长武艺人才，欲得之以为己用，不若令人说之使将。郭嘉曰：云长义气深重，必不肯降。若使人说之，恐被其害。帐下一人出曰：某与关公有一面之交，愿往说之。众视之，乃张辽也。程昱曰：文远虽与云长有旧，无关此人，非可以言辞说也。某有一计，使此人进退无路，然后用文远说之，彼必归丞相矣。正是整备倭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未知其计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5回，屯土山关公约3事，救白马曹操解重围。却说程昱献计曰：云长有万人之敌，非智谋不能取之。今可急插刘备手下投降之兵，入下邳见关公，只说是逃回的，伏于城中为内应，却引关公出战，诈败杨叔，又入他处，以精兵截其归路，然后说之可也。操听其谋，即令徐州将兵数十，径投下邳来降关公。关公以为救兵，留而不疑。次日，夏侯惇为先锋，领兵5000来末战。关公不出，惇即使人于城下辱骂。关公大怒，引3000人马出城，与夏侯惇交战。约战10余合，惇拨回马走。关公赶来，惇且战且走。关公约赶20里，恐下邳有失，提兵便回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左有徐晃，右有许褚，两队军截住去路。关公夺路而走，两边伏兵排下应500，箭如飞蝗。关公不过，勒兵再回，徐晃、许褚接住交战。关公奋力杀退2人，引军欲回下邳，夏侯惇又截住厮杀。攻战至日晚，无路可归，只得到一座土山，引兵屯于山头，权且少些。曹兵团将土山围住。关公于山上遥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，却是那诈降兵卒偷开城门。曹操自提大军杀入城中，只叫举火以获关公之心。关公见下邳火起，心中惊惶，连夜几番冲下山来，皆被乱箭射回。挨到天晓，再欲整顿下山冲突，忽见一人跑马上山来，视之乃张辽也。关公迎谓曰：文远欲来相敌耶？辽曰：非也，想故人旧日之情，特来相见。遂弃刀下马，与关公叙礼毕，坐于山顶。公曰：文远莫非说关某乎？辽曰：不然，昔日蒙兄救弟，今日弟安得不救兄？公曰：然则文远将欲助我乎？
辽曰：亦非也。公曰：既不助我，来此何干？辽曰：玄德不知存亡，亦得未知生死。昨夜曹公已破下邳，军民尽无伤害，差人护卫玄的家眷，不许惊扰。如此相待，弟特来报兄。关公怒曰：此言特说我也。吾今虽处绝地，视死如归。汝当速去，吾即下山迎战。张辽大笑曰：兄此言岂不为天下笑乎？公曰：吾仗忠义而死，安得为天下笑？辽曰：兄今即死，其罪有三。公曰：汝且说我那三罪。辽曰：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，视同生死，今使君方败，而兄即战死，唐使君复出，欲求兄相助，而不可复得，岂不复当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亦也。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，兄今战死，二夫人无所以赖，复却使君依托之重，其罪二也。兄武艺超群，兼通经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，徒欲赴汤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为义？其罪三也。兄有此三罪，弟不得不告。公沉吟曰：汝说我有三罪，欲我如何？辽曰：今四面皆曹公之兵，兄若不降，则必死，徒死无益；不若且降曹公，却打听刘使君音信，知何处，即往投之。一者可以保二夫人，二者不背桃园之约，三者可留有用之身。有此三变，兄宜详之。公曰：兄言三变，吾有三约。若丞相能从我，即当卸甲；如其不允，吾宁受三罪而死。辽曰：丞相宽宏大量，何所不容？愿闻三事。公曰：一者，吾与黄叔涉事，共扶汉室。吾今只降汉帝，不降曹操。二者，二嫂除请给黄叔俸禄膳，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。三者，但知刘黄叔去向，不管千里万里，便当辞去。三者缺一，断不肯降。望文远急急回报。张辽应诺，遂上马回见曹操，先说降汉不降曹之事。操笑曰：吾为汉乡，汉即吾也。此可从之。辽又言：二夫人欲请黄叔奉己，并上下人等不许到门。操曰：吾于黄叔奉内，更加备与之。至于严禁内外，乃是家法，又何疑焉？辽又曰：但知玄的信息，虽远必往。操摇手曰：然则吾养云长何用？此事却难从。辽曰：岂不闻欲让众人国事之论乎？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，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，何忧云长之不服也？操曰：文远之言甚当，吾愿从此三事。张辽在网上回报关公。关公曰：虽然如此，暂请丞相退军，容我入城见二嫂，告知其事，然后投降。张辽再回，以此言报曹操。操即传令，退军至10里。荀彧曰：不可，恐有诈。操曰：云长义士，必不失信。遂引军退。关公引兵入下邳，见人民安妥不动，进到府中，来见二嫂。甘、糜二夫人听得关公到来，即出迎之。公拜于阶下曰：使二嫂受惊，某之罪也。二夫人曰：黄叔今在何处？公曰：不知去向。二夫人曰：二叔今将若何？公曰：关某出城死战，被困土山，张辽劝我投降，我以三事相约。曹操以皆允从，故特退兵，放我入城。我不曾的嫂嫂主意，未敢善辩。二夫人问那三事。关公将上向三事背述一遍。甘夫人曰：昨日曹军入城，我等皆以为必死，谁想毫发不动，一军不敢入门。叔叔既已领诺，何必问我二人？只恐日后曹操不肯容叔叔去寻黄叔。公曰：嫂嫂放心，关某自有主张。二夫人曰：叔叔自家裁处，凡事不必问俺女流。关公辞退，遂引数10骑来见曹操。操自出辕门相接。关公下马入拜，操慌忙打礼。关公曰：败兵之将，生何不杀之恩？操曰：素慕云长忠义，今日幸得相见，足为平生之望。
关公曰：文远带秉三事，蒙丞相应允，量不实言。操曰：无言既出，安敢失信？关公曰：关某若知黄蜀所在，虽到水火，必往从之。此时恐不及拜辞，扶起见援。操曰：玄德若在，必从公去，但恐乱军中亡矣。公且宽心，上容既听。关公拜谢，操设宴相待。次日班师还许昌，关公收拾车仗，请二嫂上车，亲自护车而行。余路安歇驿馆，操欲乱其君臣之礼，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。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，自夜达旦，毫无倦色。操见公如此，愈加敬服。既到许昌，操拨一府与关公居住。关公分一宅为2院，内门拨老军10人把守。关公自居外宅，操引关公朝见献帝，帝命为偏将军。公谢恩归宅。操次日设大宴，会众谋臣武士，以客礼待关公，言之上座，又备领锦及金银器皿相送。关公都送与二嫂收主。关公自到许昌，操待之甚厚，小宴3日，大宴5日，又送美女10人，使是关公。关公进送入内门，令服侍二嫂，却又3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，动问二嫂安否。二夫人回问黄叔之事毕，曰：叔数自便。关公方敢退回。操闻之，又叹关公不已。翌日，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，极妒其身品，取一锦作战袍一领相赠。关公受之，穿于衣底，上仍用旧袍罩之。操笑曰：云长何如此之简乎？公曰：某非简也。旧袍乃刘皇叔所赐，某穿之如见兄面，不敢以丞相之心赐而忘兄长之旧赐，故穿于上。操叹曰：真亦是也。然口虽称羡，心实不悦。翌日，关公在府，忽报内院二夫人哭倒于地，不知为何，请将军速入。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，问二嫂为何悲泣。甘夫人曰：我夜梦黄叔身陷于土坑之内，觉来与糜夫人论之，想在九泉之下矣，是以相哭。关公曰：梦寐之事不可平信，此嫂嫂想念之故，请勿忧愁。正说间，是曹操命使来请关公赴宴。公辞二嫂，往见操。操见公有泪容，问其故。公曰：二嫂思兄痛哭，不由某心不悲。操笑而宽解之，平以酒相劝。公醉，自啜其然而言曰：生不能报国家，而备其兄，徒为人也。操问曰：云长然有数乎？公曰：约数100根，每秋月约退3-5根，冬月多以造沙囊裹之，恐其断也。操以沙锦作囊，与关公互然。次日早朝见帝，帝见关公一沙锦囊垂于胸次，帝问之。关公奏曰：臣然颇长，丞相赐囊主之。帝令当殿披服，过于其父。帝曰：真美然公也。因此人皆呼为美髯公。忽一日，操请关公宴，临散，送公出府，见公马瘦。操曰：公马因何瘦？关公曰：见躯颇重，马不能载，因此长瘦。操令左右备一马来，驱于牵制，那马身如火炭，壮甚雄伟。操指曰：公是此马否？公曰：莫非吕布所骑赤马乎？操曰：然也。遂并安配送与关公。关公再拜称谢。操不悦曰：吴累送美女金帛，公未尝下拜，今无赠马，乃喜而再拜，何见人贵婿耶？关公曰：吾知此马日行千里，今幸得之，若知兄长下落，可一日而见面矣。操愕然悔。关公辞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威清三国者英豪，一宅分居意气高。兼相往将须礼待，岂知关羽不降曹？操问张辽曰：吾待云长不薄，而彼常怀去心，何也？辽曰：容某探其情。次日往见关公，礼毕，辽曰：我见兄在丞相处，不曾落后。公曰：深感丞相厚意，只是吾身虽在此，心念黄叔，未尝去怀。辽曰：兄言差矣，处事不分轻重，非丈夫也。
玄的代兄未必过于丞相，兄何故指怀去志？公曰：吾故知曹公待吾甚厚，奈吾受刘皇叔厚恩，是以共死不可备之。吾终不留此，要必立以报曹公，然后去耳。辽曰：倘玄的以弃事，公何所归乎？公曰：愿从于地下。辽知宫中不可留，乃告退，回见曹操，具以实告。操叹曰：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之义事也。玄曰：彼言立功方去，若不教彼立功，未必便去。操然之。却说玄德在袁绍处，旦夕烦恼。绍曰：玄德何故常忧？玄德曰：二弟不知英号，妻小陷于曹贼，上不能报国，下不能保家，安得不忧？绍曰：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，方今春暖，正好兴兵，便商议破曹之策。田丰谏曰：前操攻徐州，许都空虚，不及此时进兵，今徐州已破，操兵方锐，未可轻敌，不如以久持之，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。绍曰：待我思之。因问玄德曰：田丰劝我固守，何如？玄德曰：曹操欺君之贼，民公若不讨之，恐失大义于天下。绍曰：玄德之言甚善，虽欲兴兵。田丰又谏。绍怒曰：汝等弄文轻武，使我失大义。田丰顿首曰：若不听臣良言，出师不利。绍大怒，欲斩之。玄德力劝，乃囚于狱中。沮授见田丰下狱，乃会其宗族，尽散家财，与之决曰：吾随君而去，胜则威武不佳，败则一身不保矣。众皆下泪送之。绍遣大将颜良作先锋，进攻白马。沮授谏曰：颜良性侠，虽骁勇，不可独任。绍曰：吾知上将，非汝等可料。大军进发至黎阳，东绍太守刘延告急许昌。曹操即议兴兵抵敌。关公闻之，遂入相府见操曰：闻丞相起兵，某愿为前部。操曰：未敢烦将军，早晚有事，当来相请。关公乃退。操引兵15万，分三面队行。余路又连接刘延告急文书，操先提5万军亲临白马，靠土山扎住。遥望山前平川旷野之地，颜良前部精兵10万，排成阵势。操骇然，回顾吕布就将宋宪曰：吾闻汝乃吕布部下猛将，今可与颜良一战。宋宪领墨绰枪上马，直出阵前。颜良横刀立马于门旗下，见宋宪马至，良大喝一声，纵马来迎。战不3合，手起刀落，斩宋宪于阵前。曹操大惊曰：真勇将也。魏续曰：杀我同伴，愿去报仇。操许之，却上马持矛，径出阵前，大骂颜良。良更不打话，交马一合，照头一刀劈魏续于马下。操曰：今谁敢当之？许晃应声而出，与颜良战20合，败归本阵。诸将厉然。曹操收军，良亦引军退去。操见连折2将，心中忧闷。程昱曰：谋举一人可敌颜良。操问是谁？昱曰：非关公不可。操曰：吾恐他立了功便去。昱曰：刘备若在避投袁绍，今若使云长破袁绍之兵，绍必疑刘备而杀之矣。备既死，云长又安往乎？操大喜，遂差人去请关公。关公即入辞二嫂。二嫂曰：叔叔此去，可打听皇叔消息。关公领墨而出，提青龙刀，上赤兔马，引从者数人，直至白马来见曹操。操叙说颜良连诛2将，勇不可当，特请云长商议。关公曰：容某观之。操置酒相待。忽报颜良末战，操引关公上土山观看。操与关公坐，诸将环立。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，旗帜鲜明，枪刀森布，严整有威，乃谓关公曰：河北人马如此雄壮。关公曰：以吾观之，如土鸡娃犬耳。操又指曰：灰盖之下，袖袍金甲，持刀立马者，乃颜良也。关举目一望，谓操曰：吾观颜良，如插标卖首耳。操曰：未可轻视。
关公起身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，来献丞相。”张辽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，云长不可乎也。”关公愤然上马，倒提青龙刀，跑下山来，凤目圆睁，残眉直竖，直冲彼阵。河北军如波开浪裂。关公进奔颜良，颜良正在灰盖下，见关公冲来，方欲问时，关公赤兔马快，早已跑到面前。颜良措手不及，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。护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，拴于马项之下，飞身上马，提刀出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河北兵将大惊，不战自乱。曹军乘势攻击，死者不可胜数，马匹器械抢夺极多。关公纵马上山，众将尽皆称贺。公献首级于操前。操曰：“将军真神人也。”关公曰：“某何足道哉？吾弟张翼德于100万军中取上将之首，如探囊取物耳。”操大惊，回顾左右曰：“今后如遇张翼德，不可轻敌。”令写于衣袍荆敌以记之。却说颜良败军奔回，半路迎见袁绍，报说被赤面长须使大刀一勇将提马入阵，斩颜良而去，因此大败。绍惊问曰：“此人是谁？”举寿曰：“此必是刘玄德之弟关云长也。”绍大怒，指玄德曰：“汝弟斩吴爱将，汝必通谋，留你何用？”换刀斧手推出玄德斩之。正是初见方为座上客，此日几同阶下囚。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6回，原本出败兵者将，关云长挂印封金。却说袁绍欲斩玄德，玄德从容进曰：“明公只听一面之词，而绝向日之情耶？备自徐州失散，二弟云长未知存否？天下同茂者不少，其赤面长须之人，即为关某也。明公何不察之？”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，闻玄德之言，则举寿曰：“勿听汝言，险杀好人。”遂仍请玄德上帐坐，以报颜良之仇。帐下一人应声而进曰：“颜良与我如兄弟，今被曹贼所杀，我安得不泄此恨？”玄德是其人，身长8尺，面如谢豸，乃河北名将文丑也。袁绍大喜曰：“非汝不能报颜良之仇，吾与10万军兵，便渡黄河追杀曹贼。”举寿曰：“不可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乃为上策。若轻举渡河，涉或有变，众皆不能还矣。”绍怒曰：“皆是汝等迟缓军心，千言日月，有防大事，岂不闻兵贵神速乎？”举寿出，叹曰：“上迎其志，下务其功，悠悠黄河，无其迹乎？”遂托疾不出议事。玄德曰：“卑蒙大恩，无可报效，意欲与文将军同行，一者报明公之德，二者就探云长的实性。”绍喜，唤文丑与玄德同领前部。文丑曰：“刘玄德屡败之将，于军不利。既主公要他去时，某分3万军，叫他为后部。”于是文丑自领7万军先行，令玄德引3万军随后。且说曹操见云长斩了颜良，倍加亲近，表奏朝廷，封云长为汉寿亭侯，驻印仪关公。忽报袁绍又使大将文丑渡黄河，以据延津之上。操乃先使人以洗军民于西河，然后自领兵营之，传下将令，以后军为前军，以前军为后军，粮草先行，军兵在后。吕虔曰：“粮草在先，军兵在后，何意也？”操曰：“粮草在后，多被彪掠，故令在前。”虔曰：“倘遇敌军截去，如之奈何？”操曰：“且待敌军到时，却有理会。”虔心疑未决，操令粮食辎重沿河欠至延津。操在后军，听得前军发喊，即叫人看时，报说河北大将文丑兵至，我军皆弃粮草，四散奔走。后军又远，将如之何？操以鞭指两副曰：“此可战毕。”人马急奔土阜。操令军士皆解衣卸甲少些，尽放其马。文丑军掩至，众将曰：“贼至矣，可急收马匹，退回白马。”荀攸即止之曰：“此正可以耳敌，何故反退？”
操即以目视寻忧而笑，忧知其意，不复言。文丑军既得粮草车仗，又来抢马，军士不依队伍，自相杂乱。曹操却令军将一齐下土复击之，文丑军大乱。曹兵围里将来，文丑挺身独战，军士自相践踏。文丑止遏不住，只得拨马回走。操在土阜上指曰：“文丑为河北名将，谁可擒之？”张辽、徐晃飞马齐出，大叫文丑休走。文丑回头见二将赶上，遂按住铁枪，拈弓搭箭，正射张辽。徐晃大叫：“贼将休放箭！”张辽低头急躲，一箭射中头盔，将簪缨射去。辽奋力再赶，坐下战马，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颊。那马跪倒前蹄，张辽落地。文丑回马复来，徐晃急抡大斧，截住厮杀。只见文丑后面军马齐到，晃料敌不过，拨马而回。文丑沿河赶来，忽见10余骑马，旗号偏翻，一将当头提刀飞马而来，乃关云长也，大喝：“贼将休走！”与文丑交马，战不3合，文丑心却，拨马绕河而走。那关公马快，赶上文丑，脑后一刀将文丑斩下马来。曹操在土阜上见关公砍了文丑，大驱人马掩杀。河北军大半落水，粮草马匹仍被曹操夺回。云长引数骑东冲西屠，正杀之间，刘玄德领3万军随后到。前面哨马探知，报与玄德云：“金帆又是红面长髯的斩了文丑。”玄德慌忙奏马来看，隔河望见一簇人马，往来如飞，其上写着汉寿亭侯关云长7字。玄德暗谢天地曰：“原来吾弟果然在曹操处。”欲待招呼相见，被曹兵大队涌来，只得收兵回去。袁绍接应官渡，下定寨山。郭图、沈佩入见袁绍，说金帆又是关某杀了文丑，刘备佯推不知。袁绍大怒，骂曰：“大耳贼焉敢如此！”少卿，玄德至，绍令推出斩之。玄德曰：“某有何罪？”绍曰：“你不识汝弟，又坏我一员大将，如何无罪？”玄德曰：“容身一言而死。”曹操素忌备，今知备在明公处，恐被助攻，故特使云长诛杀2将。公之必怒，此借公之手以杀刘备也，愿明公思之。袁绍曰：“玄德之言是也，汝等即使我受害贤之名，喝退左右，请玄德上帐而坐。”玄德谢曰：“何明公宽大之恩，无可补报，欲令一心妇人持密书去见云长，使知刘备消息。彼必星夜来到，辅佐明公，共诛曹操，以报颜良、文丑之仇，若何？”袁绍大喜曰：“吾得云长，胜颜良、文丑10倍也。”玄德修下书札，谓有人送去。绍令退军5阳，连营数十里，按兵不动。操乃使夏侯惇领兵守住官渡隘口，自己班师回许都，大宴众官，贺云长之功。因谓吕虔曰：“昔日吾以粮草在前者，乃尔敌之计也。惟寻攻达之无心耳。”众皆叹服。正饮宴间，忽报汝南有黄金流辟，宫兜，甚是猖獗。曹洪累战不利，起疑兵救之。云长闻言，进曰：“关某愿施犬马之劳，获汝南贼寇。”操曰：“云长建立大功，未曾众筹，岂可负劳征进？”公曰：“关某久闲，必生疾病。”曹操壮之，点兵5万，使于禁、乐进为副将，次日便行。荀彧迷谓操曰：“云长有归刘之心，倘知消息，必去，不可凭令出征。”操曰：“今次收功，吾不复教临敌矣。”且说云长领兵将进汝南，扎住营寨。当夜营外拿了2个细作人来，云长视之，内中认得一人，乃孙乾也。关公斥退左右，问甘曰：“公自溃散之后，一向击不闻，今何为在此处？”甘曰：“某自逃难，漂泊汝南，幸得刘辟收留。今将军为何在曹操处？”谓是甘、糜2夫人无恙否？关公因将上相事细说一遍。甘曰：“近闻玄德公在袁绍处，欲往投之，未得其便。”
金刘公二人归顺袁绍，相助攻曹。右信的将军到此，因特令小军引路，叫某为细作来报将军。来日二人当须拜一阵，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绍处，与玄德公相见。关公曰：既兄在袁绍处，吾必星夜而往。但恨吾斩绍二将，恐今事变矣。甘曰：吾当先往探彼虚实，再来报将军。公曰：吾见兄长一面，虽万死不辞。今回许昌，便辞曹操也。当夜密送孙乾去了。次日，关公引兵出，公都披挂出阵。关公曰：汝等何故背反朝廷？都曰：汝乃被主之人，何反责我？关公曰：我为何被主？都曰：刘玄德在原本出处，汝却从曹操，何也？关公更不答话，拍马舞刀向前。公都便走，关公赶上，都回身告关公曰：故主之恩，不可忘也。公当肃静，我让汝南。关公会意，驱军掩杀，刘公二人杨叔诈败，四散去了。云长夺得州县，安民已定，班师回许昌。曹操出郭迎接，赏烙军士。宴罢，云长回家，参拜二嫂于门外。甘夫人曰：叔叔两番出军，可知皇叔因信否？公答曰：未也。关公退，二夫人于门内痛哭曰：想皇叔休矣。二叔恐我姐妹烦恼，故隐而不言。正哭间，有一随行老君听得哭不绝，于门外告曰：夫人休哭，主人见在河北袁绍处。夫人曰：汝何由知之？君曰：跟关将军出征，有人在镇上说来。夫人即召云长责之曰：皇叔未尝负汝，汝今受曹操之恩，顿忘旧日之义，不以实情告我，何也？关公顿首曰：兄今委实在河北，未敢教嫂嫂至者，恐有泄漏也。事须缓图，不可欲速。甘夫人曰：孰宜上紧？公退，寻思去计，坐立不安。原来于禁探知刘备在河北，报与曹操。操令张辽来探关公意。关公正闷坐，张辽入贺曰：闻兄在镇上知玄的音信，特来贺喜。关公曰：故主虽在，未得一见，何喜之有？辽曰：公与玄德交，彼弟与兄交何如？公曰：我与兄朋友之交也，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，兄弟而又君臣也，岂可共论乎？辽曰：今玄德在河北，兄往从否？关公曰：昔日之言，安肯背之？文远须为我致意丞相。张辽将关公之言回告曹操。操曰：吾自有计留之。且说关公正寻思间，忽报有故人相访，即请入，却不相识。关公问曰：公何人也？答曰：某乃袁绍部下南阳陈震也。关公大惊，即退左右，问曰：先生此来必有所为。震出书一间，递与关公。公视之，乃玄德书也。其略云：备与足下，自桃园地盟，是以同死，今河中道相为，割恩断义。君必欲取功名，图富贵，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。书不尽言，死待来命。关公看书毕，大哭曰：某非不欲寻兄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图富贵而被救盟乎？震曰：玄德望公甚切，公既不卑救盟，宜速往见。关公曰：人生天地间，无忠实者，非君子也。吾来时明白，去时不可不明白。吾今作书，樊公先达之兄长，容某辞却曹操，奉二嫂来相见。震曰：倘曹操不允，为之奈何？公曰：吾宁死，岂肯久留于此？震曰：公速作回书，免致刘使君悬望。关公写书答云：妾文艺不负心，终不愿死。与自幼读书，粗知礼义，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前手下陪，内无激素，外无援兵，欲急效死，奈有二嫂之众，未敢断手捐躯，致父所托，故而暂且击身，既图后会。进至汝南，方知凶信，即当面辞曹操，奉二嫂归。与但怀一心，神人共路，披肝沥胆，彼处难穷。
瞻拜有旗，伏为召见。陈震的书自回。关公入内告知二嫂，随即至相府拜辞曹操。操之来意，乃旋回避牌于门。关公样样而回，命旧日跟随人役收拾车马，早晚伺候，吩咐宅中所有原赐之物，尽皆留下，分毫不可带去。次日再往相府辞谢，门首又挂回避牌。关公一连去了数次，皆不得见，乃往张辽家相探，欲言其事，辽亦托疾不出。关公思曰：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，我去之已决，岂可复留？即写书一封，辞谢曹操。书略曰：余少事皇叔，视同生死，皇天厚土，实闻斯言。前者下陪失守，所请3事，以蒙恩诺。今探知故主现在袁绍军中，回思昔日之盟，岂容违背？新恩虽厚，旧义难忘。兹特奉书告辞，伏为召察。其有余恩未报，愿以4之一日。写毕封故，差人去相府投递，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至库中，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，请2夫人上车。关公上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刀，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，进出北门。门吏挡之，关公怒目横刀，大喝一声，门吏皆退避。关公既出门，谓从者曰：汝等护立车仗先行，但有追赶者，吾自当之，勿得惊动2位夫人。从者推车望关道进发。却说曹操正论关公之事未定，左右报关公成书。操即看毕，大惊曰：云长去矣。忽北门守将飞报，关公夺门而去，车仗鞍马20余人，皆望北行。又关公宅中人来报说，关公进封所赐金银等物，美女10人，另居内室。其汉寿亭侯印悬于堂上，丞相所拨人役，皆不带去，只带原跟从人，即随身行礼出北门去了。众皆愕然。一将挺身出曰：某愿将铁骑3000，去生擒关某，献与丞相。众视之，乃将军蔡阳也。正是欲离万丈蛟龙穴，又遇3000狼虎兵。蔡阳要赶关公，毕竟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7回，美髯公千里走单骑，汉寿侯5关斩6将。却说曹操部下诸将中，自张辽而外，只有徐晃与云长交厚，其余亦皆尽服。独蔡阳不服关公，故今日闻其去，欲助追之。操曰：不忘故主，来去明白，真丈夫也。汝等皆当效之。遂斥退蔡阳，不令去赶。程昱曰：丞相待关某甚厚，今彼不辞而去，乱言骗楚，冒渎军威，其罪大矣。若纵之使归袁绍，是于虎添翼也。不若追而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操曰：吾习以许之，岂可失信？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因为张辽曰：云长封金挂印，才会不足以动其心，绝路不足以移其志，此等人无深敬之。想他去此不远，我一发结识他做个人情。如可先去请助他，待我与他送行，更以路费征袍赠之，使为后日纪念。张辽领命，单骑先往。曹操引数10骑随后而来。却说云长所骑赤马，日行千里，本是赶不上，因欲护送车仗，不敢纵马，按配徐行。忽听背后有人大叫：云长且慢行！回头视之，见张辽拍马而至。关公叫车仗从人，只管望大路紧行，自己勒住赤兔马，按定青龙刀，问曰：文远莫非欲追我回乎？辽曰：非也。丞相之兄远行，欲来相送，特先使我请助台驾，别无他意。关公曰：便是丞相铁骑来，无愿决一死战。遂立马于桥上望之，见曹操引数10骑飞奔前来，背后乃是许褚、徐晃、于禁、李典之辈。操见关公横刀立马于桥上，令诸将勒住马匹，左右排开。关公见众人手中皆无军器，方始放心。操曰：云长行何太速？关公于马上欠身答曰：关某前曾禀过丞相，今故主在河北，不由某不及去。
累次造府不得参见，故拜书告辞，封金挂印，纳还丞相。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。操曰：吾欲取信于天下，安肯有负前言？恐将军途中乏用，等巨鹿资相送。一将便从马上拖过黄金一盘。关公曰：累蒙恩赐，尚有余资，留此黄金以赏将士。操曰：特以少酬大功于万一，何必推辞？关公曰：区区为劳，何足挂齿？操笑曰：云长天下义士，恨无福薄不得相留。锦袍一领，略表寸心。另一将下马，双手捧袍过来。云长恐有他变，不敢下马，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。勒马回头称谢曰：蒙丞相赐袍，翌日更得相会。遂下桥望北而去。许褚曰：此人无礼太甚，何不擒之？操曰：彼一人一计，无数十余人，安得不疑？无言既出，不可追忆也。曹操自引众将回城，余路探响云长不已。不说曹操自回，且说关公来赶车仗，约行30里，却止不见。云长心慌，纵马四下寻之。忽见山头一人，高叫：关将军且住！云长举目视之，只见一少年，黄金锦衣，持枪跨马，马项下悬着首级一颗，银100余不足，飞奔前来。公问曰：汝何人也？少年弃枪下马，拜伏于地。云长恐是诈，勒马持刀问曰：壮士，愿通姓名？答曰：吾本襄阳人，姓廖，名化，字元简。因事乱流落江湖，聚众500余人，劫掠为生。恰才同伴杜远下山巡哨，误将2夫人劫掠上山。吾问从者，知是大汉刘皇叔夫人。且闻将军护送在此，吾即欲送下山来。杜远出言不逊，被某杀之。今献头与将军请罪。关公曰：二夫人何在？话曰：现在山中。关公叫急取下山。不一时，100余人簇拥车仗前来。关公下马停刀，插手于车前问候曰：二嫂受惊否？二夫人曰：若非廖将军保全，已被杜远所入。关公问左右曰：廖化怎生救夫人？左右曰：杜远劫上山去，就要与廖化各分一人为妻。廖化问起根由，好生拜敬，杜远不从，已被廖化杀了。关公听言，乃拜谢廖化。廖化欲以部下人送关公。关公寻思此人中是黄金余党，未可作伴，乃谢却之。廖化又拜宋金伯，关公亦不受。廖化拜别，自引人伴山谷中去了。云长将曹操赠袍事告知二嫂，催促车仗前行。至天晚，投一村庄安歇。庄主出迎，须发皆白，问曰：将军姓甚名谁？关公施礼曰：吾乃刘玄德之弟关某也。老人曰：莫非斩颜良、文丑的关公否？公曰：便是。老人大喜，便请入庄。关公曰：车上还有2位夫人。老人便唤妻女出迎。二夫人至草堂上，关公插手立于二夫人之侧。老人请公坐，公曰：尊嫂在上，安敢就坐？老人乃令妻女请二夫人入内室款待，自于草堂款待关公。关公问老人姓名，老人曰：吾姓胡，名华，还时曾为一郎，致仕归乡。今有小儿胡班，在荥阳太守王直部下为从事。将军若从此处经过，某有医书寄于小儿。关公允诺。次日早膳毕，请二嫂上车，取了胡华书信，相别而行，取路投洛阳来。前至一关，名东岭关，把关将姓孔、名秀引500军兵在土岭上把守。当日关公押车仗上岭，军士报知孔秀，秀出关来迎。关公下马，与孔秀施礼。秀曰：将军何往？公曰：某辞丞相，特往河北寻兄。秀曰：河北袁绍正是丞相对头，将军此去，必有丞相闻凭。公曰：因行其忽迫，不曾讨得。秀曰：既无闻凭，待我差人禀过丞相，方可放行。
关公曰：待去禀时，须误了我行程。秀曰：法度所居，不得不如此。关公曰：汝不容我过关乎？秀曰：汝要过去，留下老小为职。关公大怒，举刀就杀孔秀。秀退入关去，鸣鼓拒军，披挂上马，杀下关来，大喝曰：汝今敢过去吗？关公曰：退车仗，纵马提刀，进步打话，直取孔秀。秀挺枪来迎，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钢刀齐触，孔秀失横马下，众军便走。关公曰：军士休走，吾杀孔秀，不得已也，于汝等无干。借汝众军之口，传与曹丞相，言孔秀欲害我，我故杀之。众军俱败于马前。关公即请二夫人车仗出关，望洛阳进发。早有军士报知洛阳太守韩福，韩福即聚众将商议。牙将孟坦曰：既无丞相文凭，即系私刑，若不阻挡，必有罪责。韩福曰：关公勇猛，颜良、文丑俱为所杀，今不可力敌，只需设计擒之。孟坦曰：吾有一计，先将鹿角拦定关口，待他到时，小将引兵和他交锋，佯败诱他来追，公可用暗箭射之。若关某坠马，及擒解许都，必得重赏。商议停当，人报关公车仗已到。韩福弯弓插箭，引1000人马排列关口，问来者何人。关公马上欠身言曰：吾汉寿亭侯关某，敢借过路。韩福曰：有曹丞相文凭否？关公曰：是冗不曾讨得。韩福曰：吾奉丞相君命，镇守此地，专一盘结往来奸细。若无文凭，即系逃窜。关公怒曰：东陵孔秀已被吾杀，汝亦欲寻死耶？韩福曰：谁人与我擒之？孟坦出马，抡双刀来取关公。关公曰：退车仗，拍马来迎。孟坦战步3合，拨回马便走。关公赶来，孟坦只指望引诱关公，不想关公马快，早已赶上，只一刀砍为2段。关公勒马回来，韩福闪在门首，尽力放了一箭，正射中关公左臂。公用口拔出剑，血流不住，飞马进奔韩福，冲散众军。韩福急闪不及，关公手起刀落，带头连肩，斩于马下，杀散众军，保护车仗。关公胳膊数处箭伤，余路恐人暗算，不敢久住，连夜投沂水关来。把关将乃滨州人士，姓卞，名喜，善使流星锤，原是黄巾余党，后投曹操，拨来守关。当下闻之关公将到，寻思一计，就关前镇国寺中，埋伏下刀斧手200余人，诱关公至寺，约即斩为号，欲图相害。安排已定，出关迎接关公。公见卞喜来迎，便下马相见。喜曰：将军名震天下，谁不敬仰？今归黄蜀，足见忠义。关公诉说斩孔秀、韩福之事。卞喜曰：将军杀之是也。某见丞相，待秉中取。关公甚喜，同上马过了沂水关，到镇国寺前下马。众僧民中出迎。原来那镇国寺乃汉明帝御前香火院，本寺有僧30余人，内有一僧，却是关公同乡人，法名普净。当下普净已知其意，向前与关公问讯，曰：将军离蒲东几年矣？关公曰：将及20年矣。普净曰：还认得贫僧否？公曰：离乡多年，不能相识。普净曰：贫僧家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。卞喜见普净叙出乡里之情，恐有走谢，乃斥之曰：吾欲请将军赴宴，汝僧人何得多言？关公曰：不然，乡人相遇，安得不叙旧情耶？普净请关公方丈代茶。关公曰：二位夫人在车上，可先献茶。普净叫取茶先奉夫人，然后请关入方丈。普净以手举所佩戒刀，以目视关公。公会意，命左右持刀紧随。卞喜请关公于法堂筵席。关公曰：卞君请关某，是好意还是歹意？卞喜未及回言，关公早望见臂衣中有刀斧手，乃大喝卞喜曰：吾以汝为好人，安敢如此？
便喜之士谢，大叫左右下手。左右方欲动手，皆被关公拔剑砍之。便喜下堂绕廊而走，关公弃剑执大刀来赶。便喜暗取飞锤直打关公。关公用刀隔开锤，赶将入去，一刀劈便喜为两段，随即回身来看二嫂。早有军人围住，见关公来，四下奔走。关公赶散，谢普进曰：“若非吾师，已被此贼害矣。”普进曰：“贫僧此处难容，收拾衣钵，亦往他处云游也。后会有期，将军保重。”关公称谢，护送车仗助荥阳进发。荥阳太守王直却与韩福是两亲家，闻得关公杀了韩福，商议欲暗害关公，乃使人守住关口。待关公到时，王直出关，喜笑相迎。关公诉说寻凶之事，直曰：“将军余路驱驰，夫人车上劳困，且请入城，馆驿中暂歇一宵，来日登途未迟。”关公见王直亦甚殷勤，遂请二嫂入城。馆驿中皆铺陈了当。王直请公赴宴，公辞不往，只使人送筵席至馆驿。关公因余路辛苦，请二嫂善避，就正房歇定，令从者各自安歇，保卫马匹。关公亦解甲弃席。却说王直密唤从事胡班听令曰：“关某被丞相而逃，又于路杀太守并守关将校，死罪不轻。此人无勇难敌。汝今晚点1000军围住馆驿，一人一个火把，待3更时分，一齐放火，不问是谁，尽皆烧死。无意自引军接应。”胡班领命，便点起军士，密将干柴引火之物，搬于馆驿门首，约时举事。胡班寻思：我久闻关云长之名，不是如何模样，是往窥之。乃至驿中问驿吏曰：“关将军在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正听上官书者是也。”胡班前至厅前，见关公左手绰然，于灯下几看书。班见了，失声叹曰：“真天人也。”公问何人？胡班入拜曰：“荥阳太守部下从事胡班。”关公曰：“莫非许都城外胡华之子否？”班曰：“然也。”公唤从者于行李中取书付班。班看毕，叹曰：“险些误杀忠良。”遂密告曰：“王直心怀不仁，欲害将军，暗令人四面围住馆驿，约于3更放火。今某当先去开了城门，将军即收拾出城。”关公大惊，忙披挂提刀上马，请二嫂上车，进出馆驿，果见军士各执火把听候。关公即来到城边，只见城门已开，关公催车仗急出城。胡班还去放火。关公行不到数里，背后火把照耀，人马赶来。当先王直大叫：“关某休走！”关公勒马，大骂匹夫：“我与你无仇，如何令人放火烧我？”王直拍马挺枪，进奔关公，被关公拦腰一刀砍为2段。人马都赶散，关公催车仗速行，余路赶胡班不已。行至华州界首，有人报与刘言。言引数十骑，出郭而迎。关公马上欠身而言曰：“太守别来无恙。”言曰：“公今欲何往？”公曰：“辞了丞相，去寻吾兄。”言曰：“玄的在袁绍处，绍乃丞相仇人，如何容公去？”公曰：“昔日曾言定来。”言曰：“今黄河渡口关隘，夏侯惇不将秦骑拒守，恐不容将军过去。”公曰：“太守应付船只，若何？”言曰：“船只虽有，不敢应付。”公曰：“我前者诛颜良、文丑，亦曾与足下解厄。今日求一渡船而不与，何也？”言曰：“只恐夏侯惇知之，必然罪我。”关公知刘言无用之人，遂自催车仗前进。到黄河渡口，秦齐引军出，问来者何人？关公曰：“汉寿亭侯关某也。”齐曰：“今欲何往？”关公曰：“欲投河北去寻兄长刘玄的近来借渡。”齐曰：“丞相公文何在？”公曰：“吾不受丞相节制，有甚公文？”齐曰：“吾奉夏侯将军将令，守把关隘，你便插翅，也飞不过去。”关公大怒曰：“你知我于路斩路拦截者乎？
其曰：你只杀得无名下江，敢杀我吗？关公怒曰：如比颜良、文丑若何？秦琪大怒，纵马提刀直取关公。而马相交，只一合，关公刀起，秦琪头落。关公曰：当无者已死，愚人不必惊走。速备船只，送我渡河。军士即称周傍岸。关公请二嫂上船渡河。渡过黄河，便是袁绍地方。关公所立关隘吴楚，斩将6员。后人有诗叹曰：挂印封金祠汉乡，寻凶遥望远途还。马骑赤兔行千里，刀眼青龙出五关。忠义慨然冲，宇宙英雄从此镇江山。独行斩将印无敌，筋骨流蹄汉末间。关公于马上自叹曰：吾非欲沿途杀人，奈是不得已也。曹公知之，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。正行间，忽见一骑自北而来，大叫：云长少住！关公勒马视之，乃孙乾也。关公曰：自汝南相别，一向消息若何？甘曰：刘辟、公都自将军回兵之后，复夺了汝南，前谋往河北结好袁绍、请玄的同谋破曹之计。不想河北将士各相妒忌，田丰上求狱中，举寿处退不用，沈沛、郭图各自争权，袁绍多疑主持不定。谋与刘皇叔商议，先求脱身之计。今皇叔已助汝南会合刘辟去了，恐将军不知，反到袁绍处，或为所害，特遣某于路迎接将来。幸于此得见，将军可速往汝南与皇叔相会。关公叫孙乾拜见夫人，夫人问其动静，孙乾备说：袁绍2次欲斩皇叔，今幸脱身往汝南去了。夫人可与皇叔到此相会。二夫人皆掩面垂泪。关公一言，不投河北去，进取汝南来。正行之间，背后尘埃齐楚，一彪人马赶来。当先夏侯惇大叫关某休走，正是六江阻关图受死，一军拦路复争锋。毕竟关公怎生脱身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8回，斩蔡阳兄弟事宜，会古城主臣聚义。